原來咧一個人過咗35歲咧係有啲指標可以俾大家睇到噶。嗱，首先第一個指標係咩咧？佢就會多咗啲聲氣嘅。係啊，你有冇發現咧過咗35歲嘅男仔咧坐低起身嗰時會除衫時，唉好攰啊。係啊，你會發現咧越老嘅人咧係越多聲嘅喎。最老嗰啲人係會點樣嘅咧？佢一起身嗰時，哇唔得斷咗，老婆過嚟幫幫手。第二個指標係咩咧？你會試下摸一摸自己嘅後尾枕先，成35歲嘅男性，係啊，你摸一摸下佢，然之後咧你就聞下佢，你會發現街邊經過嗰啲阿伯都係呢陣味嚟㗎，只不過冇咁濃烈嘅啫。第三個指標咧，即係去到咁上下嗰啲阿叔咧，係會越嚟越多手啊！佢哋去超級市場咧又多手喎。佢哋經過咧，見到啲肉咧，篤下，點解唔得喎？跟住咧，明明唔識嘅喎，拍下個西瓜先。我真係聽唔到有啲咩分別。嗱，我特登為咗佢哋咧，我就上網 search 過，其實拍西瓜會唔會聽到嘢嘅咧？咁樣，原來越低音咧，代表越甜嘅喎。哇！我真係試過超級市場係會低音啲啦，街市係真係會高音啲㗎。我唔知你有冇試過，如果喺香港嘅街市咧，你試下拍下個西瓜咧，係真係好高音嘅喎。你會聽到，你係咪買嘅？你唔係買，你放低啊！